5日节嘛，真侪人讲是肉粽节，准备包的肉粽哦，就爱特别细腻，食伤济会消化不良。高雄有病院发现讲，最近急诊也是胃肠有问题，病人比之前增加2成。有病人哦，2天食3粒肉粽，佮配冰汽水，因为消化不良住病院6天。医师提醒民众，肉粽一日吃1粒就好哦，嘛爱趁小食，因为准备冷气愈恶消化。 回台前出现排队人潮，高雄这间专卖菜粽的店家，因为肉粽节买气上升，盐埕这间老店有真侪人来买。肉粽真好食，毋过过量可能造成身体负担。有病院最近收治一名53岁病患，因为小肠欠血坏死，做部分切除的手术。2天来食3粒肉粽，出现胃胀肚，还佫有吐的症头。医生发现伊的腹肚、肠啊拢凸起来，胃部有真侪食物无消化。 肠胃道的疾病，比如说曾经有消化性溃疡、逆流性食道炎，那消化比较不良，尤其是糖尿病病人，他吸收消化比较差的，我们就不建议他吃得太过量。3粒肉粽，互这名病患带伊6天才出院，病院嘛发现最近急诊还佫有消化无好的人，看病院的人数增加2成。提醒民众食肉粽毋通食伤济，嘛毋通甲冰汽水也是冰豆奶这种饮料配咧食，较袂腹肚胀胀，更加歹消化。 平常吃的话，有会控制量吗？会，就是怕说他吃糯米，然后会胀气这样子。医生建议成人1天1粒肉粽就有够，嘛当尽量甲肉粽烫好小食，因为自备冷却了后会更加歹消化。记者王丽婷、陈肯坤高雄报道。